我聽過一個 friend 講，佢幫人做擔保簽咗份英文合約，後尾打官司佢就咁攞份英文正本上庭，法官即時問佢份嘢講乜㗎，佢先至口啞啞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而家香港法庭雖然用英文同中文都得，但如果你啲證據係其他語言，甚至係好深嘅英文法律術語，法官係有權要求你提供中文或者另一種官方語言嘅翻譯本㗎。如果你提供唔到合格嘅翻譯，或者對方挑戰你份翻譯唔準確，你份證據可能就咁唔被接納。換句話講，你簽咗乜嘢檔，自己一定要先揾人翻譯清楚先好上庭。所以你以後簽啲外語檔，最好即場叫對方解釋清楚，甚至用中文寫低重點，要佢簽名作實。如果一早知道有機會打官司，就好快啲手揾法庭認可嘅翻譯公司搞掂份翻譯本，唔好等到上庭嗰日先嚟口譯。諗反都覺得牙煙，如果因為冇翻譯本而輸咗單 case，真係喊都無謂。